属于王林的浪漫是什么样的？曾经更鸟飞不出那铺开明暗色彩弥漫暮色的黄昏，昙花引不尽那惊风雨露守候的结局。走，去哪？我本去杀人。晋王后，被我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无花海的过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4年时间，多谢。这魂血内我留下一丝神识，元阳期以下，从今以后无人可伤。以后还有相见之日。